一个3顿2顿，你就安尼是要我靠啥人？娘，拢是我害死阿弟啊！这款想法的。 手管有看见，黑衣人分明是刺客，害弟啊亲。 姐姐，阮离将伊可情哦。 是伊无唔对，丽花，你讲的伊是什么人呢？苏宝道，伊一心要击退平西大军，来完成伊侵犯中原的野心。伊恐惊我甲四丁山完婚了后，助伊登山平西，所以伊才陷害死掉。 使我丽花守候3年不得出嫁。杨宗兵，本帅只是希望讲，你会当依照你未婚夫的身份，去向伊喊丽花阻止婚事。你不应该实施含糊啊！唉，一时的愤慨。 哪有考虑到什么后果？韩丽花真有可能会认为讲凶手是我派去。韩红之死，只是增加韩丽花要来加深嫁予伊四丁山的决心。我是希望讲，前世大军加了一个韩丽花，等于是如同明火添死。 杨宗兵，你打扮做军师侵入汉奸关刺杀韩红这个代志，有互人认出你的真面目？无。咱若安尼说来说，杨宗兵做的代志，有互第三个人知影？除了你我3个人，以外无第4个人知影。那安尼好，
滨都有一个妙计，会当用四丁山甲韩梨花这个分数拆算，佫会当达到你的目的，也会当成全杨总兵夺回未婚妻，而且我迄个铁板放气嘛会当坐倒转来。哦，师兄，你有啥物妙计？怎样？水哦！哼！苏将军啊，顶回我甲你讲，恁小妹放走道1号，偷摕我的铁板，你偏偏无要相信我的话。你看，现在踮咧遮偷听咱的话，伊会用意何在？水哦！道1号，是毋是你甲伊放走的？哼！你到底是啥物居心？我不忍心看尔侪人死伫铁板之下。大哥，中国交兵应该按凭本领来处事，你不应该跳出来混你啦！大米，来人咯！就这样，打进地牢，永远唔能有人记。是。大哥，你害我来！哼！苏元帅，你到底要派什么人去东营炸行？接天关的总兵刁民，是死在四丁山的手头。伊会伫你刁愿我一心想要替伊职负报仇，我看派这个人前去，必可成功。好主意！昔日我伫咧破庙外面，有发现到这东墙真汉对挑王我十分的爱慕，一回正好利用这个人啊。一见啦，这个见哥，我小马咧算，看骨啦，这个啊手安尼蒙心嘛咧寒。好啊啦，哎，我要吵死！啊，无想讲唱着歌，敢若咧牛声要叫咧，那个清心鬼啊！哎，你个怪人，人心情好煞袂使唱歌。阿哥，安怎？你家想，迄听爸讲啊，你要去汉江关做媒人，是会成啊袂啊？你有够颓呢，谈这也得我问。哎哟，人个韩梨花吼是心甘情愿要嫁互咱二路元帅做某的呢。若敢惊，就是惊讲咱平辽王伊唔答应。但即马平辽王也已经答应啊，搁再讲吼，韩王伊也不咧戆啊。伊哪会讲袂答应这个亲情？当然嘛是会成功。哼，陆家贵，人听爸讲啊嘛，甲我讲安尼。讲啥？讲吼，平辽王已经答应吼，四金莲小姐甲我的婚事呢，天台二路元帅吼，甲韩梨花，因两个若是完婚了后，就轮到我甲四金莲啊你咧。阿哥，安怎？你吼有够自私的，是安怎讲？拢无朋友情。当你即马吼，逐项代志拢总顺顺遂遂，你也无想着讲，我甲挑愿我的代志，规东营是干那你一个知影的哦。啊，你阁是我最知己的朋友，你竟然无要甲我斗相共，我教唔着人。陆家贵，你啊，搁笑，无要甲我帮忙，搁笑，嘿，搁叫我陆家贵，我无要叫啥？嘿，啊你袂记哩啊？顶一摆啊，你毋是讲要甲
无共啦。迄阵仔是我有困难，伫咧拜托高请你的时，毋则甲你救，对无？啊，即嘛无共呢，换你有困难，伫咧拜托我，得高请我，应该嘛，就爱换你叫我阿伯啊咯。哈？哎呀，落骹鬼啊！若是讲我这个杜一号吼，是上界讲义气的啦，你知影无？哈？啊，你无听人伫咧讲，讲啊食猪公肉是有来啊有去的，对无？啊，你即马有困难高请我，你来叫我一声阿伯，我就是会冒这条性命的危险吼，我嘛会去青龙关来去找条员哦，我会当面将你对伊的亲情甲伊讲，安尼嘛无要紧啊。真是的。当然的咯，你若叫我阿伯，我就来去啊。看你要叫啊？要啊，无太啊。有影吼？当然的啊。好啦，你若真是给我完成这个代志吼，我会足感谢你的，也一切的代志，就拢拜托阿伯啊。安尼毋才对，无问题，无问题，一切包在阿伯的身躯。听王哦，你讲苏宝同，伊袂当信任你，甚至于讲你放做倒一好，偷摕铁板。是啊，所以伊才每一工拢伫咧拍我，叫我来讲实在的话。我实在无法度搁再踮咧青龙关，搁再住落去。元帅啊，迄个苏宝同实在真可怜的啦，伊安尼吼。听讲哦，我搁再问你，为什么你到东阳附近踮咧上短见呢？是元帅。为恶，阮走投无路，要
是讲二老万岁啊！啊，咱即马伫要来情西吼，拄啊当伫咧用人的时阵，我看吼，跳舞舞都已经来啊，规气甲收起来好啦。对对，元帅啊，迄若毋收礼位吼，万一若是去互迄个苏宝同看到，跳舞都阮死的呢。金汉，哈，既然你若是安尼讲呢，跳完舞就点在你的手的左脚。真是的哦，多谢元帅，多谢。老夫马不停地日夜兼程，也赶到苏阳城去啊！兵辽王久问韩小姐美貌又搁贤淑，武艺又超群，一声就答应婚事，想袂到。啥物人嘛想袂到，阮老爷伊的天老千岁。虽然我爹爹让吉伯来过身去，也毋过依照阮韩家的习俗，伫咧1个月内一定要嫁出。哦，若安尼，韩老夫人啊，安尼四世主就会用咧依照兵辽王吩咐的3天后来迎亲咯。无咯，3天敢袂伤逼？阿娘，兵老王的意思是希望较早办完这件喜事，通我大军西进。女儿也希望早一日作为世主正西，通我活了伊苏宝堂。啊无，好啦，老千岁，啊无咱就安尼决定。安尼真好，真好。呀，老夫即时就要回东营来去禀报我故事哟。阮母囝有当下在身，不便婉送。这个以后拢是家己的人，唔免客气，唔免客气啊。孙囝。你大概袂责怪女儿。我知影讲你一心要掠苏宝堂，为你阿爹报仇，我袂责怪你。当姐，二姐明明是去人暗算的，啊你哪会甲听老千岁讲，伊是着急病才死的咧？我是希望享受所以方法，这叫做欲擒故。刁王啊，含了我的武功介绍，伊若是帮助四平山情势，不但本帅添了一名的情敌，而且你的这副刁总兵的冤仇，永远都无法度通。所以，我才会命你去东营炸下。你若是遵照我的计划安尼做，必可会用去破坏含了我甲四平山的婚事啊！
当时的手啊梨花唔捌规矩，行啦。梨花，哎呦，哎呦。4元岁。